上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明仔开始春节休9天。疫情指挥中心嘛公布过年的防疫指引，包括出门一定爱挂嘴掩，爱保持社交距离，嘛建议亲戚朋友食饭团圆爱尽量控制人数。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防疫警戒也依次伫2级，总共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搁较严格，授权予地方政府处理。那台北市政府就表示讲，过年无排除要甲台北的防疫有关到2.5级。本土疫情严重，各都市春节回乡潮都惊新冠病毒对人潮流传扩大感染。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春节防疫指引，除了过来洗手、做完整疫苗以外，特别针对去看免疫力较歹对象，亲像慢性病人、老大人、有新的婚龄人、幼婴等，爱挂嘴掩、搁完整做疫苗，或者是规期以电话视讯代替见面。另外规定出外专程挂嘴掩，保持社交距离、防体温、食面剂、自餐爱控制人数等防疫规定。那我想生活还是要过哈，那大家一起来防疫，只要不要太过密集，就相对安全啊，很难追求到所谓的零风险，所以我还是要追求低风险，那多层次的防疫。那没有打疫苗的就一定要去打。相关防疫指引适用时间是不是只到过完元宵节？陈时中表示，这是生活新常态，防疫人员有责。行政长苏清昌表示，餐饮业无禁内容有真济考虑，希望防疫甲生活拢能兼顾。都是轻症甚至无症状，所以我们不禁止餐饮内用。这原因也就是因为顾疫情，因为顾生计。碰到疫情，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咧规划防疫2.5级，重点会放伫餐厅。台北市春节期间升2.5级已经规划好啊。台北市目前的确是有餐厅的足迹，2级、3级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 SOP。其实我们针对2.5级也已经规划好了。新北市是不是对咧提升防疫等级？新北市长侯友宜无说明，暗过强调新北有防疫 SOP 会好好防疫，守住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若地方政府感觉有风险，需要增加防疫措施，大方向不甲指挥中心违背，拢授权地方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1例本土病例，桃园13例，高雄有8例。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桃园幼稚园的群聚感染内底发现一寡确诊者，拢捌去过同一间火锅店，认定餐厅冇出现群聚感染。另外，咱向辉瑞药厂买口服药，伫昨昏嘛已经送到咱台湾。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搁欠悬27，增加21例本土病例，其中以高雄港相关群聚增加8例上济。桃园龙潭餐厅群聚相关增加1例是餐厅负责人，宜兰大溪饭店群聚搁增加1例，确诊个案伫桃园，也搁有3例南山本土个案感染源搁咧调查当中。因为这个18636哈是跟18521，就是宜兰这个。他是一个家人，但是他目前的地址是在桃园，所以广泛的来讲桃园我们今天大概有13例。特别主要是桃园前都火锅店群聚，经过一调发现，有一个60多岁阿嬷捌伫同一天去食火锅，等了后传互先生查某囝甲孙仔，一家5个人拢染疫。孙仔是16302，也是加贝尔幼儿园学生，疑似新增加2例确诊，所以幼儿园甲火锅店群聚的传播链2条有连起来。几乎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后面幼儿园的大概是从这个餐厅里面聚餐之后，那往外去传的。好，那至于在餐厅内是谁对谁，那恐怕要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另外，指挥中心阁宣布好消息，台湾向辉瑞药厂买新冠病毒及抗病毒药物，第一批差不多3200人份，而且运到台湾是自韩国了后第2个摕到这个药物的亚洲国家，阁是亚洲第1个同时得到这个药物，甲默沙东及抗病毒药物的国家。这一个药物，那对于我们轻中症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只要在12岁以上，体重在40公斤以上那即使不需要使用氧气，可是他在发病5天内那不管他有任何的可能会发生重症的风险因子，都非常适合来使用这个药物。由台积电、鸿海永联甲注册等企业民间团体共同买甲管的 BNT 疫苗第17批，91.84万剂，自7早起顺利运到桃园机场，后续做检验了后，会阁提供民众来做。
总共最后到货量是1520.76万支，比原先预定的1500万支更较侪。记者综合报道。通远昨昏加13日，内底有一个越南移工，目前感染源不明，有赶紧科工厂645个员工做 PCR。另外，通远北地的幼稚园甲前都会高店的感染个案有顶塔，目前也在调查关联性。因为即马有真侪病例拢是对餐厅出来的，通远即马嘛宣布讲，从明仔开始会加强餐厅的防疫措施。今日餐厅进前爱做的是连坐麦当少自助区也打广告，提醒人客挂好喙，按全力做好防疫。也毋过店内也是空空无人，汤市府也严格内容规范，离搞起餐厅内容坐会减半等措施，也毋过部分店家无奈，烦恼防疫成果有限。我们说实在只能柔性劝导啊。那假设我们不收这个客人的话，那有些客人他情绪比较激动，他也会可能现场跟我们的员工会起争执。我们当然是全力配合防疫的啊，只是说会希望说他把他讲得更明确一点，让我们比较好执行。汤圆要加强内容防疫，就是因为出现几啊件甲餐厅内容有关系的确诊个案，其中前都火锅群组案，除了大南市场母仔囝着病有心负责人等27个增加确诊个案，经过疫调交叉比对，似乎更加发现加加贝尔幼稚园确诊者有卡热烧塌。一名着病幼稚园学生的阿嬷，也是同一天差不多时间到店内用餐，累计有4组人客着病，也毋过规个感染源拢也爱个厘清。目前的初步疫调看起来是1月16号，前都刷刷锅的有4组的顾客有交叉感染，因为这个地方包括它的这个室内空间比较狭隘。各家自产交叉感染，汤圆已经发出305通细胞干性，要继续追踪采检，市长地本产果呼吁，因为16捌去过指导8条介绍店的人客，一定拢爱来采检。同款感染源也有待厘清的，也有龙潭退休山友传播链，各增加1人确诊。另外，汤圆增加的确诊个案中，也有包括1名越南籍移工，同款感染源不明。这个某工厂的越南籍移工，那经过移工快筛以后阳性，采检后确诊，那这个部分的感染源要调查。移工确诊了后，紧急采检全球员工645人，也在等待采检结果。目前汤圆已经有几啊条传播链，现阶段市府只会当一直扩大采检，甚至将延续到过年也无长，想要缩短时间，阻止病毒去扩散。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港的群组感染，昨昏是加8例，拢是工课场，也是亲戚朋友互相感染的。其中有2例是捌去过一间牛排店食饭，伫自助区轮流野菜。高雄市政府即马赶紧呼店内66个人爱隔离。另外嘛要求下令讲，坚定小港、渔港，还有基顶的做准厂。过年加上过年头尾加1天，这日子拢爱停工。若登去上班、恢复上班的时，所有人拢爱做 PCR。这几牛排铺爱店27透早大门关掉，暂停营业，因为高雄新增加8例确诊者当中有一对爱人仔，按18688加18637 22捌来用餐。虽然只是确诊者来过，员工甲人客无直接接触，不过卫生局一调发现有共用餐台的状况，紧急扣列66人送去检验加隔离。像吧台这个部分，包含餐具这个部分要不能够轮流使用。看到的内部的一些监视画面影像，大概以上的状况，在赤鬼牛排都没有符合。8个确诊者感染到，也是以高雄港规定小话职场甲亲属相关。其中以按18641是基顶福寿宫工作人员，甲朋友伫庙口开工1点钟，也就是准讲伫户外，无保持社交距离，感染风险也是真悬。基顶前几工啊，完有一件。咧小妹，迄个走去因兜理论，我俩妹妹，吓迄个，咱迄个阿桑就对了。然后，迄个阿桑哥因兜的囡仔个对。Omicron 真后，有人伫即届高雄规定小话当中看会出来。指挥中心即几工啊，也陆续完成个案定数，确认是 Omicron BA.2菲律宾病毒株。都是属于 Omicron 的 BA.2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序列哈。那目前这样的序列，我们也只有在高雄的个案有发现哦。高雄港区围堵疫情，市政府下令坚定小港、渔港、加基顶造船厂等春节准假维修暂停时间，除了原来9天，头尾拢各加1天。相关作业人员必须爱采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恢复上班嘛爱检附 PCR 阴性证明。针对受影响的劳工，市政府会予因补助。工作受到影响。我们市政府每天补助1000元。
确诊者持续增加，和市政府唔敢大意。虽然是36码头这个所在，这几天也是持续伫体检，也宣布12了后，捌去过中岛上港区，也甲有接触风险的人，2月2到这2天爱再一次 PCR 检验，希望找出高风险对象，加强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变天开始落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东平、东半部有局部阵雨。那明仔载开始有9天的连续假期，咱来看天气安怎变化。先来看今仔日的温度。今仔日的水气是往北平线，落雨的范围会变较大。那明仔载阁有锋面会通过，小过年暝有冷空气会入南，温度会下降，愈晚会愈寒。小过年暝到29暝透早是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白地低温剩10度尔。到后礼拜一水气才减少，也毋过正月初3，阁有锋面甲冷空气会入南，温度嘛明显下降。初4甲初5北台湾会较寒，若中南部是早较凉冷。台北上山区某一间幼稚园的老师，因为甲一个确诊者捌伫同一间面点食饭，转去话着。市政府即马是表示，因2个人无熟悉，伫店内阁有让一个位。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这就是这病毒真好预防的所在。伫台北市八德路一间面店上山区一间幼儿园老师，因为甲确诊房中朋友139日同一时间去这间面店做检疫，疑似交叉感染。指挥中心表示，2人同一所在才14分钟都被感染，几秒钟擦身之而过，那到这种亲密关系者没有染疫，其实这个变异是非常大的。所以也很难，就是说，这个病毒之所以诡异，之所以难防，也就是它这样的一个，传播上令人捉摸不定。只能说它是在同一个面馆，那是不是有接触，还是环境？因为它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空位。甲台北帮中群组案有关系，也佫有12编辑158例，因为行踪真济，卫生局发出1192封细胞感染，可列317人居家隔离。另外参加疫控活动，毋过免居家隔离的人受到细胞感染了后，应家己到病院采检。台北市是伫台北车头设注射站随到随做，而且是最后一天，真侪人家己准备椅啊，透早就来排队。透早6点就有人来排列，毋过爱等到中昼才发号码牌啊。为避免阁有排队乱象，市府会提前通知民众号码牌发的状况。透早先追加200支，了后各加400支，总共有3000支 BNT 疫苗随购随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摆的本土疫情，大约有6成以上拢是甲餐厅有牵连。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暂时未禁止现食，会继续开放伫店内食。不过，有医生是建议讲，总共要伫外口食物件，唔好伫伤侪人的所在，唔让伤侪人钱做伙。若预防者嘛爱赶紧去做。伫西堤餐厅以后，阁爆出几件餐厅群聚事件，包括桃园上山区甲双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拢捌伫同一间餐厅用餐。虽然安尼，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犹原表示，未禁止内容，若无影响民生问题。对此，有医师认为，政府已经有甲病毒共存的准备，建议民众外出饮食尽量唔通真侪人聚餐，聚会放假帮也是每回做较安全。尽量不要多人聚餐呐、现在好多什么12个人一起聚餐，然后大家都中了哦。少一点人，然后你尽量可以的话，挑选还是维持安全距离有用。也毋过有专家烦恼，台湾也无甲病毒共存的条件，也佫有2成的人连一支疫苗拢无做。那以国外着病死亡率来推算，台湾若讲全面放零，也无做疫苗，大港恐惊有50多人因为着病当中煞来死亡。台湾如果发生每天50到100个死亡案例的话，那个是不可接受的一个伤亡的数字，而且重症的病人会更多，也会影响到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收治的能力。医师提醒，真侪人就是Omicron只会造成轻症未死亡，坚持无做任何疫苗。也毋过，英国报告显示，60岁以上确诊者无做疫苗，加做完第3剂疫苗致死率2方面是差14倍。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
全台湾卖无卵，北部未少柑仔店甚至出现民众排队等要买卵。目前每工大约欠300万到400万粒卵。农委会已经宣布讲，除了卵的加工厂要暂时停工，南部的卵会生产到北部，嘛赶紧对澳洲、美国进口鸡卵，要稳定鸡卵的需求。也毋过，在进口的鸡卵上紧要等到2月中才会送到咱台湾。来关心自由时报，因为出口旺投资热。行政院主计总处是公布去年第4季经济成长率大约是4.88%，这是比预期的表现也搁较好。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嘛对6.09%提悬到6.28%，创下最近11年来新高。来关心联合报，去年大法官有做出第807号的解释，宣告劳基法第49条第1项限制女性上班班，这是违反宪法的。劳动部昨昏是有告部分条文修正案，规定上班班的劳工无分查甫查某拢爱受保障，无大众运输通济时段，头家就要提供交通工具，也是宿舍，也是分交通津贴来补助。有乌干达的外国学生指控中华中州科技大学用奖学金，也个做散工，声因来咱台湾读册，结果煞互骗去。检方甲移民署就专工去学校调查，因为这牵涉诈欺、人口买卖，昨昏学校主任互收押，若副校长也个有一个前员工，尾也是互交保。检警会同移民署的人员摕到搜索票，入去到中华中州科大来搜索，要提醒外籍生沦为学工的相关事情。我们接受检察官指挥哈，这个有开一张搜索票啦，要来看就是针对那个之前报道那个学生那个哈。检警21号分做3路，搜索中州的国际交流中心、前推广中心拿信主任的徛家，以及伊工作的人力派遣公司。并带回拿信主嫌以及中州副校长等6个人，检方27号就拿信主嫌先下核准，查询副校长以30万交保，另外杨姓前行政助理5万块交保。现今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以及组长是限制待机，涉犯刑法诈欺以及违反人口贩运防治等罪嫌，检察官将持续清查有无相关共犯及相关人等的涉案情形。检方表示，有乌干达外籍生来指控，伫台湾2年超时工作，轮做学工，而是在到学校访问其他的非洲籍的外籍生，嘛指控校方无互因承诺的奖学金，全言以教学嘛无落实。检方查出，拿信主嫌离职了后，转做人力的空工仔，意思应该外籍生到工厂来超时做工课。我们就配合吧，配合调查哈，就这样子，谢谢你哦。是按还是依照法律来行事了哈。谢谢。校方虽然表示配合检警调查，不过文件声明稿也是指出，是学生的认知有差异，强调非洲籍学生奖学金是以成绩来减免学费的方式来发放。至于打工是由学生家己来做选择，校方只会进行安全辅导。目前所有乌干达籍的学生已经由移民署来安置，将来继续向上来追查案情。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台中是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老师会拍囡仔，互家长开记者会指控。学校表示，经过调查，规班有一半以上的囡仔拢捌互老师拍过，已经甲这个细陈的老师改聘新头路。也毋过，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这款无适合教囡仔的老师，爱列入去黑名单，列入去资料库，才袂阁害到别的囡仔。我没有打他手。你用了多大的力气打他？昨天只有打脸，并没有打手。细陈教师伫学校陪同，当面甲学生家长对峙声针，不当管教学生，过程拢互家长用手机翕落来。台中一间私立幼儿园传出老师拍囡仔，受害者超过10个囡仔，而且几下回同班家长召开记者会控诉老师的行为。我女儿天天在学校被老师打，因为她吃饭吃最慢，每天，然后就是捏脸颊、捏着手，还示范给我看。学校表示，细陈教师仍交伫幼儿园中班，而是受到家长投诉，
家己的囡仔因为吐惨后，互细陈的教师动手管教，佮提出病院的严重单。事后调查发现，全班19位学生有超过半数反映长期以来拢有互老师拍的情形。立即启动校安通报，佮以校规将伊改评。陈姓老师承认确实有此事，并写了悔过书。本员也依校规处置，经过教评会通过，予以解聘。林本基金会认为，社会局应该主动介入调查，监视符合利益事件，佮建立幼教师校无适任教师资料库。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通报为无适任教保服务人员。我们也希望说，像这样子的老师是需要有一个资料库的。目前幼教的部分没有资料库，然后私立学校也没有资料库，所以这些老师被私立学校解聘之后，他可能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流窜在私立学校里面，确有违反《儿权法》的第49条的规定，会依规的来裁处，并且通报为不适任的教保服务人员。未来就不得再于幼儿园服务。学校指出，细陈老师的班级已经由另外一位老师接手，佮展开学童心理辅导。因过学生家长已经到警局报案，制作笔录。这期细陈教师只是留职停薪，双方暂时无交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6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6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8566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24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400万例，印度超过4000万例，巴西是超过24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600万例，伫法国超过1700万例。Omicron 变种病毒即马伫全世界滚价，26俄罗斯增加75000人确诊，病例数伫头创下新高。那巴西一天嘛有22万外人确诊。另外，美国病例数即马已经开始咧降。防疫专家福奇是表示，目前防疫的目标是控制，毋是长紧。若现此时嘛，也未达到有法度甲病毒共存的坎站。美国政府自5开始发予民众免费的 N95 喙安，协助加强对 Omicron 病毒株的防护。这是因应拜登政府进行更新喙安指南，呼吁民众使用更较大面部、效能更较悬的喙安。为全国7.5亿个建筑储备当中，拨出4亿个分发予全国各地药妆店、卖场、社区卫生中心，拢用领到。政府阁透过网站提供免费的家用快筛剂。目前美国这一波疫情已经达到高峰，开始降真紧，甲英国、南非的部小正共款。研究人员按算3月底，真侪国家会出现一段低传播期，安尼出世也互专家看到未来甲病毒共存的希望。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表示，目前大港全国也有70万人确诊，2000人死亡，15000人住院，甲病毒共存的条件还未到位。目前是努力将伊控制伫个应接受的范围，毋过毋是清零进度。Where we want to be is that sufficient control, and control we mean not eradication like we did with smallpox. That's unreasonable. We try our best to contain them, but they don't disrupt us with regard to challenging our hospital system, with regard to challenging the entire healthcare delivery system. That's where we want to be, and I believe that we will get there, hopefully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But as I say that, I say we still will always be prepared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may be a variant that will make that timetable turn around. 其他国家疫情也咧清悬，俄罗斯24小时内增加74000多人染疫，连续第6天创新高，也增加657人死亡。医师表示，感染Omicron变种的患者是损伤明显比delta他变种患者较轻，当局呼吁民众爱做疫苗预防重症。巴西26增加124,000多件确诊病例，包含首都特区甲至少6州的交互病房床位已经被新冠重症患者占满8成。不过，伫疫苗普及率较悬的州，死亡数字就小可增加。医师表示，这摆重症大部分是无做疫苗，或者是只做自己的高风险老大人。医护人员有9年经验，反应也拢真紧。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
那南韩的疫情嘛拖真紧，新的病例直头创下新高，而且新增加14000多例。南韩即马呼吁民众有做过预防针去画着镜头，若是轻轻啊，就免紧张。另外，德国的国会即马针对要强制要求民众做预防针这项议题咧辩论，按算3月份的时会表决。德国国会外口，民众手提抗议标语，顶原写讲，都要停止恐怖政权，还佫拒绝强制注疫苗。伫个联邦的议院内，当日咧讨论讲，是毋是要来强制注疫苗来做辩论。有3种主要的方案，包含讲强制所有成年的居民来注疫苗，还是讲干那要求50岁以上的人来注，还佫有一款是讲要未注疫苗的人，都爱来接受医师的这个咨询。不过，各党的议员对这项法案，因的看法无同，佫有反对的声音讲，这款强制接种是违宪。Je mehr Menschen im persönlichen Umfeld geimpft sind, desto höher ist auch die eigene Impfbereitschaft. Es muss die Regel werden, geimpft zu sein. Und das erreichen wir durch eine allgemeine Impfpflicht. Die Absicht, eine allgemeine Impfpflicht gegen das Coronavirus einzuführen, ist ein Anschlag auf die Freiheit und Menschenwürde und auf Grundrecht auf 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法案的有项会伫个辩论了后来确定，估计伫个3月会伫个议会来表决。也若讲奥地利政府因伫个26表示讲，刷落来2礼拜有可能达到一天有35000人到4万人来确诊的关峰。毋过病院的大院，还佫有加护病房的占床率，拢一直咧下降。对这个还未完整做疫苗的人来实施封锁的做法，会伫个1月31了后来甲做结束。亚洲的南韩确诊的人数连续2天来创下新高，27个再飙增到有14000例，而且有可能会更较侪。虽然确诊数加真侪，不过南韩的重症甲死亡的患者，因的数量颠倒减较少，所以南韩当局就决定讲，若有完整来做疫苗的患者，因的隔离期会当对10天甲缩短到7天。这轻症的患者因居家隔离，安尼通来防止病例增加，致使医疗量能放弃。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继续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强要相战，俄罗斯是要求北约袂使阁挖紧，嘛要求不准乌克兰加入北约，也毋过美国对这要求拢拒绝。即马是换德国甲法国出来做公亲，乌克兰甲俄罗斯26伫巴黎会谈，有同意暂时袂相战，会继续操切。俄国乌克兰关系紧张升级，战争随时发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苏利文27亲自到俄罗斯外交部递交书面文件。路透社报道，文件内容正式回绝俄罗斯所提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无向东扩大，甲乌克兰无加入北约等立场。We make clear that there are core principles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uphold and defend, including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the right of states to choose their own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alliances. 美国表明，俄国要求的北约退军东欧甲无互乌克兰加入北约这2件代志都免讲，也毋过其他议题像军备控制、避免冲突的信心建立措施拢会当讨论。另外一方面，伫德国、法国的走总协商，俄罗斯甲乌克兰特使26伫巴黎举行会谈，经过8点钟的谈判了后，虽然无突破性进展，双方又愿同意欧东维持停火，阁愿意继续举行讨论。Наступна зустріч, вона відбудеться незабаром.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навіть за 2 тижні. Вона повинна відбутися в Берліні.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про продовження цього діалогу. 伫这紧张的时刻，作为盟友的北约成员国，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除了美国第2批武器援助运去基辅，捷克也通过军援乌克兰。加拿大宣布扩大伫乌克兰训练军队的规模。德国是提供5000顶军事头盔，强调徛伫乌克兰这一边。A political solution is still possible, but then of course Russia has to engage in good faith. To de-escalate and to sit down and really make a real effort to find a way forward where we can find a political solution. 俄罗斯即个大约10万大军伫俄乌边境，虽然俄国后勤会入侵，情势又很紧张。总统普廷敢是会当接受美国有限度的谈判，将决定规矩敢是升级到后一阶段。乌克兰就明这一片，申索夫认为，若讲乌克兰无法度挡住俄国攻势，接落来会是其他东欧国家受采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日本的疫情持续滚加，日本拍算甲密切接触者封控的隔离的时间对即马10天缩短变7天，来维持社会通正常运作。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有通电话，两个人是讨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局势。布林肯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到解决这件代志。两个人嘛有讲到新疆甲台湾。来关心咱副总统赖清德去洪都拉斯去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甲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同款坐伫头一排，两个人有小姐们简单开讲致意，这嘛是台美副元首头摆伫国际场合自然互动。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中油是传出贪污的弊案，连这事业部的执行长痴汉洪指控为暗号业者摕到标案。检方伫伊的办公室有超出2700万的现金，也毋过伊无法度解释钱是对倒位来的。尾啊，伊互收押。若另外，阁有一个细楼的厂商嘛互收押，阁有2个有嫌疑的厂商是互交保。检警清点查到的不法金钱，除了几沓1000块的纸票，也有市面上流通较少的2000块，也是高几落沓。干那清点就用真侪时间，算的总金额有2700万，全部拢是检方甲廉政署26位中油连制事业部执行长痴汉的办公室抄出来。痴汉甲4楼厂商27原来互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等罪嫌。廉政官是发现说，疑似带着这个行李箱就很可疑，而且前往了他的办公室。那所以高度怀疑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法的情事？伊甲4个厂商是分别互人自令80万甲30万交保候团。检方甲廉政署南部调查组接到情报，痴汉伫2020年办理一件上亿采购案的时阵，好亲像有甲业者讨乌钱，互行业者摕到标案。专案小组跟踪发现，25有一个4楼厂商好亲像摕到得标了后的后匣礼装伫行李箱去痴汉的办公室。检方甲廉政署26发动搜查。中油表示，会查清楚痴汉有经手的标案是毋是有问题。这有一些是个人他本身的交往的部分，这一方面可能相关的单位可能以后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采购或者劳务或者是财务，它本身的市场调查的部分呢，也会成立一个小组。中油表示，除了将痴汉调离主管职加处分以外，对标案拢会加强考核机制，避免有特定权限的主管甲厂商直接往来接洽。调查小组要继续查清楚相关资金往来，案情是毋是会扩大，爱搁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司法的案件，这是新北的检方针对立委高嘉瑜家暴案件，已经起诉嫌犯林炳初，昨昏召开1审的羁押庭，林炳初获裁定继续收押3个月。林炳初的律师讲会提出控告。新北的检方第25依照伤害、妨害自由等罪嫌起诉林炳初。法院嘛随召开1审的羁押庭，林炳初获裁定继续收押3个月，而且禁止辩回、禁止写批。针对这个结果，林炳初的律师表示失望，讲会提出控告。若日头火学运3日是行政院驱离事件，前台联党的立委张家安甲民众是认为台北市的警察局执法伤过头，害因受伤，要求国家赔偿。昨昏2审宣判，台北市的警察局的赔偿金对1审的111万提悬到140万，警方未当阁上诉。日头火学运时的3日事行政院驱离事件，伫今年要满8周年，前台联党立委周家安等民众认为执法是失当，对台北市政府甲警察局要求国家赔偿。1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需要赔偿111万，台北市警察局提出上诉，而且最初2审判决国赔总数颠倒提悬到140万。虽然这个判决是最后是要由所有的人民去做这个国家赔偿。这是还是有所不公平的，因为犯错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人民，
而是这些暴力警察以及下令的长官。判决结果当中，大部分民众支持一审的判决结果，5位民众对一审败诉，2审改做判赔；2位民众2审判赔金额是增加。高等法院嘛判决，台北市政府甲警察局袂使上诉，当事人若是上诉利益超过150万，会使上诉。但是律师团表示，赔偿只是基本，当初使用暴力的加害人到达也是找无。市政府警察局这边的不作为，始终没有查清楚到底加害人是谁，所以他们这些加害人没有得到法律上应该要有的惩处。所以，对于正义的实现来讲，对于被害人损害的填补是最起码的。但是加害人的救责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进展。高等法院表示，台北市警察局对入侵行政院的民众进行驱离是合法的行为，但是部分民众过程所受到的伤，会使认定是警察执法失当，违反比例原则。就算无多证明伤是警察的机械所造成，由原适用国家赔偿法，由台北市警察局来赔偿。针对这摆的判决结果，台北市警察局表达遗憾，但是尊重。强调会继续落实依法行政原则。记者郭北军、张水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做伙关心高铁要春登到宜兰这个方案，即马已经有共识。交通部伫昨昏是举办审查会议，决定要甲高铁宜兰站设伫观景中心南边350公尺的所在，接落来会开始做宽屏。为空中看这一大片的农地未来，可能正做高铁延伸宜兰案中宜兰站的地点，这并不是人口密集区，冲击相对较细。交通部二次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举办审查会议，宜兰县长林姿妙到场讨论，将基尾确定位伫观景中心以南350公尺的所在。感谢那中央交通部已经重视到宜兰的这个交通的建设，大家都知道。高铁的延伸是宜兰县的盼望和期待。事实上，宜兰站的选址过程一直无顺，包括4城宜兰观景中心加罗东市的方案，最后再选成离观景中心大约350公尺的方案。确定了后，路线长59.3公里，兼顾溪北溪南的发展，区段征收的开发效益悬，阁是人口密集区外边冲击较细。方案经费支出大约1880亿，搁规划上紧2025年动工，2036年完工。那本计划暂以地方折中方案，县政中心南方为高铁暂时优选方案。那后续也请铁道局以地方折中方案来办理后续的环评作业。因为这个县政中心南的这个设置呢，其实超乎他们原来规划。那么一个站子可以随便的这样子这么快速的一个产生，是令人匪夷所思啦。这个也是让人家对于运输的这个专业会有所质疑的一个地方。虽然选址的过程一直有争议，也毋过日期总算有进展。专案伫审查会达成共识了后，爱阁经过环保署的宽评，通过了后，送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才会办理设计工程发包等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地远放送头，镜头来高雄。大飞机是高雄正重要的海洋文化，时代的改变，大飞机文化道道在消失。高雄有3个少年家对高雄也有感情，想要留落来港口的基地。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就带乡亲，咱做伙来看这少年家要安怎找回来这个文化。渔船仔出海，若想要大丰收。拢会伫咧新船落水的时阵挂5彩的旗仔，旗仔彩愈济，代表丰收的祝福就愈济。这种旗仔伫咧台湾号做大鱼旗，伫咧340年代是高雄真重要的海洋文化。不过因为时代变迁，甲渔业资源愈来愈少，即马大鱼旗伫咧高雄已经慢慢消失啦。阮真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制作的方式咧推转来，互大家知影高雄拢有这个大鱼旗的文化。来到基镇，有3个少年人因为对高雄有一份在地情感，决定为大鱼旗开始展开，就做伙成立三镇屋工作室，因从2017年开始进行甲大鱼旗文化找倒转来的计划。在过程当中，除了四界做田野调查，甚至走去到日本，请日本师傅教因鱼旗制作的工法，接续照起工一步一步做试验。啊，讲阮的字笔敢若念的程度甲日本的字笔无啥共，会结规矩，像麻糍安尼伤念，所以我就搁去找字笔，找足侪间的去试，一直试。
做原料技术自本就无简单。伫画过程当中，嘛称在因为小可灯打起，都爱全部为头壳开始。虽然拄着真侪困难，毋过也是无影响因想要甲大戏剧文化找倒转来的信念。日本传入来，韩国嘛有，因拢在地化。我就讲因拢老了，啊，想到咱袂使。渔船啊起行，大戏剧伫风中摇摇飞，这把是高雄人的记忆。要安怎甲永过阳光搁找倒转来？淑文、依玲甲依智，当伫追求梦想的路程，互因的戏剧梦坚定随风飘扬。记者周培玲、吴一修高雄报道。另外，嘉义县有一个种柑仔蜜的少年农民黄明业，用的是伊用翕相机记录咱台湾的农村甲生活。2016年，伊阁捌摕到国家地理杂志摄影比赛第2名。伊讲，伊要用相片记录咱台湾农村的好景致。10当前返来故乡的黄明业，伫温室内面无用伫咧种植。伊普通时除了种柑仔蜜，也佫会定定摕翕相机翕农民的生活，也捌伫咧摄影比赛摕到好成绩。本来其实我是一个不是住乡下的人嘛，我嘛是住伫都市的。那所以回来的时候觉得说，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很特别的画面啊，很特别的产物啊，原来都是乡下很常见的风景。一挂相片记录农村内面的各种生活甲产业。伊讲，农村的石头虽然真辛苦，但有真侪做水的画面、精彩的故事，只是普通时无去注意。当我开始记录的时候，我了解，或者是我透过跟他们做简单的访问之后，我得到的这些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养分呐。黄明业本来只是想要用相片记录家己种的柑仔蜜，尾仔因为有兴趣，佮感觉真趣味，就愈翕愈多，嘛记录真侪农民的生活。即马伊甲在地青年农民组一个平台，希望透过大家的传承，互更加侪人会当看到农村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那嘉义县高雄南医按算伫过年时会推出3大展览。今年过年休9天，希望会当请游客去嘉义佚佗甲行踏。伫新湾港的空间发表过年的特展，毋但有人气国宝，阁有礼画甲宗教艺术的主题。嘉义县高雄南面过年除了有活动，嘛甲进前亚洲艺术资料中心重新装潢，正做更较好的活动空间。就是还有风景可以看啊，就是如果想要就是读累了，还可以起来走走之类的。然后像这边有插座，如果要带电脑来做报告之类也很方便。不过这次改装可以满足我们未来10万册的藏书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书柜移走之后，那希望打造一个非常有大家喜欢的一个阅读空间。除了展览，高雄南园内底的餐厅为了配合防疫甲服务人客，嘛推出机器人的带位甲送餐服务，佮配合高雄的气氛灯塔，希望会当创造话题。在疫情期间呢，希望说可以借由 AI 的机器人的送餐，可以减少跟顾客的这个接触，这样是很 OK 的，尽量减少接触啊，就疫情也可以控管住。高雄南园表示，去年受疫情影响，来高雄南园的游客减去3成。目前疫情的状况也是袂当放轻松，所以相关的防疫规定毋但会继续进行，未来嘛会配合中央的政策随时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县地庙已经抽出国运签，签诗是提醒讲要特别注意疫情。另外，高雄一寡庙寺过年嘛有加强防疫，亲像祭一抢头香的活动已经拢取消，若红山的天公庙嘛袂使收金。高家关帝庙今年国运签，要是新明降临，透过笔声写签诗，观音妈开出中平签，签诗讲到年来疫力超苦海，拄好反映即卖疫情。这疫情真严峻、真严格、大家爱注意。4月时阵这个物资可能会渐渐稳定下来啦。这疫情爱7月时阵可能会较平稳些化。庙方表示，苏贵签嘛讲到今年春夏秋平平，当季的运势较有利，嘛是因为疫情，高雄真侪庙寺过年活动取消。当年初到天公生拢热闹滚滚的红山天公庙，今年过年庙门甲金炉拢关起来。6组人啊伫迄4周有咧管制，阮今年有那个无爱开庙门，无爱卖金纸，迄个人员的管制爱量体温主要你有迄个心来甲伊崇拜，安尼倒啊，两手
包括烧香，我感觉嘛慢慢改善，不用了。另外，亲像五家龙兴宫取消初二等后头的办桌，基山天后宫初一手头香嘛取消。高雄市民政局要求庙司过年期间游街出巡、手头香等等的活动拢停办。庙司干那一个出入口管制，互民众过年参拜嘛做好防疫。记者邓阿文、赖伟做高雄报道。若新立关的卫生局收接到通知，讲有确诊者要去过台湾老街行打，环保局赶紧派人去消毒。当地商圈嘛有加强防疫措施，希望疫情唔通去影响过年的生意。商圈人员一间一间发单啊，提醒店头家注意防疫。新立关内湾老街传出确诊者，20长工来遮佚佗，虽然讲干那停留1点钟。而且专程拢有挂喙烟，不过商家也是烦恼，加减会影响生意。影响很大呢。从上礼拜开始说桃园那边啊，一说有几个确诊之后，我们内湾那2个礼拜假日真的完全人就疏少了。可能口罩戴好，然后随身会带个酒精之类，就是买东西完就会消毒类，也不太可能会边走边吃。卫生局收到通报，透早赶紧派人来现场消毒。相关也加强防疫措施，除了要求商家做好实名制，过年搁要在主要的出入口设防疫工作站。今天早上已经有做过老街的全面的消毒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有就是跟着卫生人员，然后我们商圈的伙伴，然后跟每一个店家做宣导，还有就是请他们戴口罩，然后做好防疫任何的措施。在2月4号前这一段时间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就是要打电话到医院，然后去预约筛检。过几天特别过年啊，面对疫情，大家拢唔敢靠势，赶紧做好消毒。也呼吁民众出门一定得要挂喙烟，做好防疫措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讲话。共享服务、共享经济是一个新的模式，伫都会区真实行。就像咱台湾的 U-Bike 就是这款。巴西圣保罗即马有公司是甲脑筋动到雨伞顶头，提出4万外支雨伞，伫几若千个自动化做雨伞的据点。即马嘛已经伫美国的纽约设点，未来2冬因按算要甲这个目标是扩展到欧洲10个国家。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掠应用程式，伫行动上网的时代已经是真平常。进入操作界面了后，经过会员身份认证，等于伫做雨伞的据点，借一支雨伞。对常常咧使用 U-Bike 的台湾人来讲，这是真熟悉的标准动作。巴西大城圣保罗以西北雨出名，到这间雨伞出租公司创业。即马当地已经4万支伫公司下骹透过安尼出租方式。第一个海外据点因选择美国东岸纽约，地点是曼哈顿甲布鲁克林，总共35个出租据点，每一个据点准备100支这种雨伞。The first city that we're basically coming is New York because it's a city with a lot of rain, with a lot of pedestrians, and of course something that we do is we have like it's an advertising market that is very strong. 基本上，这雨伞人若伫24点钟内底行，就免付任何的费用。过期到第2天才会加收相当新台票56块的租金。若金额累积到新台票445块，雨伞就免行咯。所以租金收入较低，也无算稳定。业者拍算将雨伞成做活动的广告看板，靠广告收益来赚钱。业者指出，做雨伞除了解决路人临时的需求，要推广环保材料用意。Our umbrellas are made out of PET bottles. So basically it's plastic bottles that then become like a little cloth, and that's the cover of our umbrellas.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what we're doing is trying to take plastic bottles out of the ocean and convert them into umbrellas. 虽然前途充满无确定性，业者依然有信心，计划之期是2021年伫全美国各大都会区增加100个以上据点，伫2023年底进行扩展到至少10个欧洲国家。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乌卡徛高伫南非已经生活几若百冬，不过最近这10外冬，因为气候变迁、天气反常，数量减真济，出现生存的危机。即马伫开普敦有专门一间治疗徛高的诊所，有医生来看，要希望帮助因会当稳定生团。
泡淡火温暖的日头，这高水的生成物是开普敦吸引观光客一大卖点。乌卡徛鹅伫遮已经数百万年的时间，过去20年数量煞减一半，目前只剩差不多5万只。科学家烦恼影响价特别灭绝。皮特森伫专为乌卡徛鹅设立自然保护区工作，伊讲徛鹅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The climate change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colony, so the birds is now breeding, the chicks is look smaller, big boats is overfishing, penguins got caught in lines and hooks and stuff. Everything is now letting the penguin totals drop. It means like we doing something wrong. 气象局影响不良，这徛鹅对天敌的防护能力也真有限。伫北开普敦一间专门治疗加照顾脆弱徛鹅的诊所开张了。这只可怜的小生物3礼拜进前卡摔断去，即马伫医生的照顾之下，已经特别好啊。What I'm doing today is I'm just checking that there's no infection, that the little wounds from the surgery are still healthy. But I'm really happy because it's healing well, and then when he gets released, that's the best. 治疗过后，这徛鹅会被带到游泳池练习游水，恢复元气，确定健康真好，就会传去海边野放，重新得到自由。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